东西面，互我搞不清楚的吼。哦，文作乌的，互我想讲，正有山珍地皮拢有咧抓雨嘛，到时啊，毋知哪会落大雨，去迄边就鱼仔迄边嘛。来到时啊，佫愈无雨，我较感觉讲，咱爱即工运的，互咱要进入即个制度老师的路面，真正足顺利的。啊，甲咱落雨，甚至是落大雨，安尼咱是毋加受足侪苦的，而且真危险，听讲嘛有人去破的，所以讲不得啦。所以咱是毋是爱感谢天公师爷？啥物拢爱感恩吼。那互咱今仔日话，就是修办，我要甲咱分享讲，咱一个修办队的人才，而且是单主。而且是先干部拢做好，咱时时刻刻拢爱心存感恩，安尼就叫做尊师重道啦。安尼就叫做尊师重道啦。所以尊师重道毋是一件俗的代志，伊是咧互咱得到足侪好处。你看，会当改变命运。咱讲我若遮歹命，咱就想要改变嘛。敢有人感觉伊是好命？拢无人理，嘛拢无任何的了解，嘛拢无任何的动作。咱若伫人世当中若无任何面咧想伊感觉伊种好命，拄则咱助理讲的影，好想好想嘛吼，代表伊就伫迄个苦内底，毋知影讲苦袂了的民间啊。若以咱真正修办来讲，咱咱真会感觉讲，咱有好命，这是正常，因咱命运已经有改变啊，或者是讲已经有进步啊。你敢知吼？我伫遮验麦克讲是用双手的，为虾米？因为吼我看真理、看助理的麦克风吼，一手就做自然，但是我巴肚爱用举手哦，伊安尼后果较放大遮固定，后果较无，所以咱看着。真理来助理，伊到尾也就是人爱讨好命。其实这拢是无自然的代志吼，毋过这是小事命。你这来讲就无自然，咱会想办法嘛，对不对？那么咱内心内底是做者无自然，迄个叫做咱的苦的来源嘛。安尼敢爱想办法？爱就是爱做，尊师重道，爱学习。尊师重道，了解尊师重道，真正来实践尊师重道吼。那么咱这个师做伟大的，咱这个师吼，真正是万国的教主。咱这个师是一代的大名师，所以伊传导互咱。咱今仔日坐偌只是为着啥？为着得道，有求道啊，有学道啊，要会修道啊，然后会办道，到尾啊，咱敢要想要讲，想要行道，有无？迄若当头的，真正互我给他按个赞。因为像咱吼，捌想过讲要行道，为虾米呢？因为迄是结果自然成，咱只要有这个过程，好好啊修。如果甲咱讲吼，好好啊修一条打拼努力的排一关，而这个过程，咱只要会当尽咱这个本心，尽咱这个自然啦，结果伊是自然成的吼。所以传导互咱，然后伊互咱有信仰，好去幸福了完，幸福一点，互咱会插尾来消家己的罪恶者，然后。伊袂改咱的礼节，啊无，咱做来讲有参考。因为人生是苦海，这就是咱真面讲的，嘛毋是咱点文书讲的，这是咱真讲。你个专家伊真啊嘛，咱知影讲吼，人生就是苦，所以话我看过一篇文章吼，本底是咧用出来咱看，但是时间有限啊，伊写啥拢总苦。这也苦，死也苦，有钱也苦，无钱也苦。有钱的人，你嘛去离婚苦呢？因为伊想要世界太难的苦。这有钱就好啊，但是有钱人
理解，伊人生内底物质啦，烟花富贵啦，毋通疏理解，啊，这才会当伫咱的土吼，啊，而且就咱会着，所以下起了雨落咧地叶啦，啊，地叶啦就爱有缘的、知音的，才会着，然后吼，啊，伊叶啊才爱用水培吼。啊，即个水吼，爱是管用的饮用水，管用。咱来遮较好较适合，就是咧用是科的河海的管用。吼，我讲过啊，吼，我去大陆看伊的动车规个拢很好，和谐好。这就是中用的精神地中和，中就是拄则咱道理讲的道，迄个和。就是一个体，一个用，只是讲的问题，伊的问题就是甲伊的意，甲伊的言辞，心理永远哪一项尔？所以一个人若袂愿用，出办道若袂愿用，内底拢总有遗憾，有缺陷，啊，拢会造成点，即我就讲啦吼。所以你看老师边就甲咱讲。标出来是专用的饮用水，按你一滴用，它就是得，这内底有深的含义，咱家己体会。伊甲咱讲保证你百病，拢无，百病拢会消除。所以这灵书，咱真正爱家己做吼，因为对咱来讲实在是太重要啊。所以这是在遵守中的内底吼，是甲咱介绍的。那么过来吼，就以遵守甲用的两点来教咱做参考。啥物叫做遵守？啊，就尊敬咱的师父啊，尊敬咱的点传师啊。咱讲就是安尼啦，目标就是安尼。咱家己尊重，咱家己尊重，咱家己尊重。尊的意思。那么这个咱头前就甲咱提示嘛，伊讲尊师就是尊天命，尊命哦。咱今仔日教咱的各位点传师有诶，啊，咱伫伊的这个传授之下，伊代表了咱的济公老师，济公老师，啊，要来替济公老师做伊的代志，传道、授业、解决，所以是同款的吼。那么这个来自于天命，咱拢知影讲吼，天命之为性，有问题伊有甲咱讲的嘛。啊，咱受灵书一指就是点开迄个自性的门户，出力的门户，体育的门户，按怎用这个上好的一点啊，所以讲吼，我来遮听前面咧开始的时阵想着一句话，就是以前吼，我会甲阮师姐人讲者讲，忝即点，输忝忝，伊拢咧讲啦吼，啊，鼓励是就真鼓励啊，哦，拄则就想着啦，咱伫即点赢忝忝，真呢，咱而且偌尊贵。咱若无真正好啊，对道理去来亲近，咱拢会感觉讲，我坐到遮做委屈的呢。我真正是忝的，我昨暝搁上到12点，等于到时看会困3点嘛。我今仔日去操兵，搁来坐倒仔床，恁会较好嘛？需要真理，需要咱有用这个道，咱有遵守，咱就拢做起起来哦。像我拄则咧听课，就安尼奉养伫。天温书的其他，那给咱走力后面的后太命啊，太色料太清澈啦，因为我就做欢喜哦，做欢喜也是轻三米，但是我有讲，三米叫做特，这是哦，我个人做欢喜，咱个人拢无互我个喜的，因为我早就想着你伫遮，有一遮。所以，若个介绍了即清楚了后啊，迄个重道的道，安尼讲，安尼若是做欢喜的一件代志，啊，哦，咱较真正安尼做喜的，啊，道理真好，真灵妙。啊，咱今仔日见面吼，安尼，有老师竖一位坐大遮，迄
天命吼，是上天授予伊的，天授使命传金线。这先出来讲的吼，有地的人选起来，现在国语才会先啊。天授使命传金线，有的人而学。所以中用咱讲嘛，大德者必受命，伊会受上天的天命，上天互伊指令，嘿啦，请讲叫啊好啦吼，叫伊去做传道授业，改革正行。所以这是伊个天命的来源哦。那么老这里和老这里有覆盖过哪？尊金线系统的天命，因为咱讲天命，伊遐嘛讲天命，岳阳插种嘛讲有天命，这德公父嘛拢讲有天命，伊个沙盘配合嘛拢讲这是有天命的。但是我老这里甲咱讲嘛，伊讲爱做迄种是金线系统得来天命。所以咱捌去二楼甲三楼，你看着咱64代祖师的现象无？迄个叫做金线，迄个嘛叫做系统。所以到64外关，这其他就是家己亲自做做啊。咱今仔日真正是受了这个金线系统的天命，所以讲吼，咱的效果就拢会出来。咱是正得金、利金、天命金，咱坐偌只就有一分的安心，一分的喜悦，一分的消业障。咱敢知咱坐偌只会消业障？你嘛，若伊照逻辑来讲，食好就会了好啊。你来遮坐吼，是有影，像迄种记录的。若伫遮坐，要无伫遮坐，若无差，咱就来遮坐。有差差足济啊！我有一种感受啦吼，这嘛是真正错票的。有来伫遮坐，我有记偌济岁啊，伊就落入伫天文世界内底，所以有无形中的上天的加持。你但安尼记伤济哦，会嘛长时间去等，拢无来坐到遮用，你就袂爱来啊。然后有出济理由吼，讲伊为虾米无来啦？然后吼，你家听吼，这个头壳内底无，伊个杂音就出济啊。反正就甲互我讲的啦，人烦恼足济，就是遮杂音足济啊。咱来听灯吼，就是咧消除咱杂音，互咱会当来用灯，有书咧甲咱看摄，咱办这个节目才来咧遮，来甲咱看摄。所以这段才叫做目标，互上天的天文数咧甲咱加持。咱若有法度去到你即阵的天文数嘅保证，咱第偌仔日效果有够好诶。效果做伙就是咱捌坐哦，是咱在即个心态上、行为上，伊足自然无，啊，佮思想上，拢会受到天文数嘅加持。若无来坐啦，听吼，无即个机会啦吼。所以这个金线吼，我就掠咱做一个参考。这拢师傅讲的，这毋是我洗出来，我无在讲吼。金就是上八，咱知影师傅的是金嘛，这是伊的方位。所以为虾米咱讲，咱拢爱等来师傅？伊这毋是讲方位的问题，伊是咱内心一种的心意。伊个金八的意思就是讲清清白白。所以咱来遮学习吼，就是要甲咱理草歪工作啦、福乐啦、我拜的啦，会当借着即个尊师重教，即个老师就让互家己吼漂白，洗互清气啦，安尼咱清清白白，才会当有一天回到咱的师傅。所以这毋是方面的问题，因此就做哪样
一步一步接近了，依连做思维课程，这个老师的安平山，毋是讲阮以前去台湾咧讲，老师是人咧坚持，就才伫遐讲伊安平山咧安平。咱咧讲的是咧讲咱的心啊，心啊，阮千千遍遍修了好，咱拢是一个老师带伫安平山嘛，因为遮无啥物嘛，吼，是清净的啊，有这些特质的，咱就来介绍啊。所以老师讲伊拢讲无来嘛，但是老师了是讲伊拢讲无来。为啥物咱会讲无来？干条真济啊，咱日前过遮干条真济啊。老师讲讲无啦，所以意思就是安尼，讲就是安尼就会知。所以咱若在心咱心中有得平常可能啊，有得讲出来有得，迄金线就知，金线佫有命。如果吼，咱无用道，咱无修道，咱无行道，无道行，道就离开咱的心，那么金线就断啊。所以咱的金线不知的无？还是等啊，等啊，伊弄有得的呢。啊，伊会继续往上爬，接近咱的生活，接近现前，接近咱的即个生活吼。所以讲，有一句话安尼形容啊，道之立之，